然有诈！别阵炸盾！何世杰固守前沿，孙大中弹压中军，让后队变前队，迅速后撤！戒备在先，接下来就该是居高临下，冲锋围杀。后路也被断了！快听禀报大人！何大人，老军早有埋伏，当速速后撤呀！我已派人通知毕杜斯，三步下寨，不利于我军集结。后军不退，我们也无法冲出。只见大军中途，必说气息不振动静，我要参南被有战机之罪。孙参将，不妨也做个伏击。孙大中上前，下军令，速带一队人马迎防出去，站好了右盾，集中手弩，攻打虎口。是，战士们，给我冲啊！不能让敌军围杀！突围！将士们，一鼓作气！哎呀，谁让你带我妹来的？哥，是我自己要来的，怪不得杨大哥。跟在我身后，我保护你们。敌军包围圈破了，分解了，冲出去！跟我了，撤！